小弟安南区沙仑活动中心2楼的第6幼儿园沙仑分班，伫活动中心启用家当2009年就开始招生，不过因为少子化，伫高龄化社区现在已经招无学生，所以教室的相关教材甲软硬体已经点到陆续整理，预计7月底清空规行公所规划，遮尔舒适优雅到环境只好无奈退场。对此，安南区公所初步希望调向国防、社会福利、民众的在地学习等多方面来扩大活动中心的利用。会鼓励社区来成立关怀据点来运作。那除了这样以外，像这次的整个一个台风灾民收容相当的重要，特别是沙仑里那里其实停电也蛮严重的，因为临海边，所以这次的活动中心其实也有发挥部分的作用。那未来空间更大，来发挥的作用可以更大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国军平常的演习演练也都会到安南区来借一些活动中心。那基本上我们沙仑里活动中心未来也可以提供给国军来演练来使用。公立的沙仑幼儿园一直拢有真好的评价，教师也看到真侪教材甲设计活动课程，拢也清楚记载，希望唤起亲子对着家己故乡的认同甲情感，只是现在已经无学生的身影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